喂？什么？廖中医要走？你在什么地方？我在机场的路上追上了他，你赶紧过来呀！梁半截，你听着，你无论如何把他给我拦住，知道吗？知道了啊，你快点啊！我马上过来。哎，好。老中医，听见了没有？这回你得信我了吧？不信，不可能，你骗我！我跟你说，大姐，苏布我还不了解，我太了解他了。他在内蒙建设兵团待过7年，心硬的让人无法忍受。我跟你说，大姐，认识他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心如磐石，认识他之后我知道了，就是他这样。边儿去！我告诉你啊，廖中医，我现在可是当着你的面打的电话啊。不是大姐，最近你太爱开玩笑了。爱信不信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俩等着，看那边一会儿就到。哎呀，叫你收着你就收着呗。妈相信老大，也相信老二，你们姐妹之间要彼此相信，妈得多高兴啊！老大是干活的，老二呢是掌舵的，呵，这一大家子，缺谁都不行。妈妈，那您不打算把这些留给您的第4代传人了？嗨，老二啊，还真别说，这10几年啊，我替你爸想明白了一个问题：男孩女孩都一样嘛，是不是？这想抱孙子，不就是一个念想吗？对啊，最重要的是得腰杆子硬。哎，说对了。你看，妈在这院儿一走，这街道上一溜达，大街上这么一逛，世人看着我许敏荣，哎呦，都竖大拇哥。对，妈是虚荣，可是老太太这一辈子啊，就靠着这虚荣活得带劲儿啊。妈，这样我信啊。不过呢，我老觉得得让素觉啊好好的孝顺孝顺您。哎，素觉挺孝顺的，她不是不孝顺，她就是撑不起这个家。从小就像个耗子扛枪似的，到现在也是这样啊。这还真应验了你爸的那句话了。什么话呀？你爸不是老想让我再生一儿子吗？他说这儿子在女儿堆里长大没出息，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这存折倒是想给他了，可是也得行啊。廖中医，这回就算是你不信，你也来不及了啊！我跟你说，可是你答应我的，只要苏不来，你就得向他道歉，你得道歉，快去道歉。你居然敢骗我！苏布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。大姐，苏布，苏布，你居然敢骗我！你骗我！啊？没有，这是往机场去的路，哪有车呀？哎呦，我赶紧走了。大姐，站住，梁万家！苏布，廖中医，你给他道歉呢！我要走回去，我不上你的车。我不听，你放开我！我错了，行吗？我错了。我这不是瞎搅和吗？啊，哎，快看这草莓啊！啊，这还真挺大个儿的呢。哎，吃吧，甜着呢。红的，呵，还真香。苏觉，帮妈办点事儿啊。嘿，客气什么呀你？当儿子给妈办事，这不天经地义的。您说，
可是这事儿太大了，我怕你做不了你媳妇儿的主。将我是不是？您这纯属糟改您儿子啊！我在家什么时候做不了媳妇儿主啊？给妈买个大哥大呀！啊？不是，妈，您要那玩意儿干嘛呀？啊，怎么着？那太阳底下一站，墙根一靠，手拿一大哥大，跟别的老太太显摆。儿子，快给妈派一直升机来，看这个用啊！妈不用啊，给小楚用。给小楚啊！你看你们兄弟姐妹都这么高兴，妈这心里多美呀！可是小楚跟你两口子的关系，可是影响到宝祥了啊！你这做哥哥的，总得有个姿态呀。得，那你也甭说了，这1万多块钱我花了，而且我花就花的让小楚高兴啊。不过那小楚上大学了，手里拿着一大哥大，这也不是那么回事啊。我最近看一个，就这么大，啊，翻盖，特好，1万多，我自个儿都没舍得买。我回头给小楚买一个，让他也觉得咱这当哥的有个样啊。那妈就等着了。等着吧您啊，我现在就拿钱去。妈，这个事儿吧，您先别声张啊。怕媳妇儿。嘿，你这话说的，我怕媳妇儿。就这事儿，他敢说一不字儿，我不抽他一半身不遂的。请好吧你啊。儿子给的，来了啊，慢点，来，好。大姐，都是客给你们好了。行，哎，你们都听好了，这些东西啊，一定要给我小心点啊，别给我磕着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以前这些东西我自己全能搬，我现在也能搬啊。东西搬好之后啊，咱们4辆车一起走啊！好，来，注意点啊！哎，不用那个什么，徐锦荣，哎，咱可说好了啊，1年以后大伙儿都回来啊！当然得回来了。这老家留的地儿，咱们上哪儿去？哪儿都不去啊！小春儿啊，你这可倒真痛快呀！你这说搬就搬了，过几天嘛。我们那边的房租啊都已经交完了。再说了，我听我妈说啊，马大叔还有后院的好几家，不是过2天都要搬吗？我们就不跟着你们一起凑了，太乱，对，人太多。你就从院里说到院外了，天都快黑了，赶紧啊，就是都快说到天黑了。妈，小快点啊！哎注意点啊！啊，陈姨，不许哭。你说，哎呀，这1年之后我们不都回来了吗？啊，不许难过啊！哎呀，说点高兴的啊。回头啊，你们要是搬家，我都来帮着啊。马大叔，后天啊，我过来帮你搬家啊。你要是不过来，我骂你啊！哎，我知道了。惦着回来。哎，行了，回去吧啊。算了，不送了。好，再见，好。哎呀，别哭了，都哭了3天了，不是还回来了吗？让我们再次举杯吧。祝咱们的临时乔迁之喜啊！来，祝妈身体健康。好，身体健康。哎，妈，我们先走。